歡迎大家收睇第3集嘅經典泰拳香港泰拳比賽重溫。咁好多謝阿四海啦，咁要抽時間嚟做我呢個嘉賓。Hello 四海。Hello 大家好，Hello 大家好。Hello。咁第3集咧，我哋會睇緊咩比賽咧？就係阿林博文 Billy 同埋阿四海嘅第二戰，係啦。咁嗰陣時你2016年啊，你2015年輸咗俾 Billy 咧，之後有咩準備啊？係咪啊？15年輸咗之後咧，我就上咗大陸去打昆侖拳啦。我記得係應該係打咗1場定2場嗰一年嘅時間，係啊。係。哦，咁呢個準備有冇咩準備啊？你個係對其實嗰陣時就拳法上面有增長咯，比之前勁咗嘅拳法上面，但係都係非常之初階咯，係啊。請問你對住你去入決賽啊？你去到決賽你輸咗攞第2個心態係點咧？仲要輸咗俾個鬼佬？其實講真啊，當時嘅我咧覺得自己係唔會輸嘅。點解當時我係當年嘅番薯咧？點解咧？因為我同全香港人講，我話：我係唔會輸俾任何一個，我從來唔擺香港任何一個對手在眼內。講撚完之後咧，就輸撚咗俾個香港籍嘅 Billy 啊！係，我10幾年前我聽過嘅，我記得有嗰啲好撚柒講過。好撚，因為嗰陣時我輸咧，我都輸俾啲世界級啊、國際級啊，即係好似登倫啊，又或者係當年啊仲後生嘅 Cham 啊，同我哋香港拳手都唔係一個 level 噶啦。我打佢哋第一打世界級嘅，我俾 lock 唔緊要啊，你真係世界第一啊嘛。第二，我打過唔同高過幾班嘅泰仔，都 lock 我唔撚到，打足3個彎嘅，我覺得。打香港直我更加唔撚驚，同埋我之前贏過佢打冠軍賽嘅時候。咁我哋去睇翻呢個2016年嘅香港泰拳冠軍賽啦。OK，你一嚟你就衝埋去打佢喎，已經係。冇錯，呢個先就係我 style 啦，即係進攻型拳腳先。係啊，你見佢係咁貼步啊成啊，其實我都向前衝。係啊，組合拳。我個樣後生好多。係10年前喎，呢個都點啊？係有講有笑，有冇仇恨嘅咧？呢個仇恨，嗰啲唔叫仇恨咯，嗰啲其實都叫復仇戰咯，係復仇戰。輸咗咩事停咗？頂咗下啷，係啊，唔小心。頂下啷。OK，我當年個氣氛應該好正喎，你哋2戰應該好多人都期待。哇！當年嗰場第2場戰真係個個都好期待。當然有好多 hater 都期待我再輸多次啊！係嘅，不過你好進取話呢個，哇！係你見我嗰陣時已經開始係左曲打頭，再左曲打 body，開始有啲拳嘅組合啦。你見我第一年係完全冇㗎，同埋你見我內圍其實都係有爭，雖然打得唔靚。因為我自己一個唔係好中意打內圍，唔係好中意打泰拳嘅人，我中意打自由搏擊。你見我打法就已經似㗎啦，就同佢嘅感覺係完全唔一樣嘅。哇！即係你打70公係快好多。7575係快好多，75呢幾下。你見我到內圍嘅時候咧，其實我嘅動作係比較少嘅，但係都有，係啊。而家個係啦，優勢值好明顯睇嚟，由頭帶到而家係啊，呢年趁住。通常係同第一年，如果大家睇第1集，即時睇我哋呢個第2集咧，就會發現我嘅打法係完全唔一樣。係，真係好哇！啲拳呢啲組合完全有練過，但係唔係好辣喎，係啊，因為講真，我去制止翻你喎，真係係啊，因為佢嘅佢埋身係勁嘅，佢勁過我嘅，真係，即係箍頸啊、頂膝啊呢啲位。我就係 one two hook 啊、upper hook 啊、成啊呢啲拳嘅組合咯。當時我嘅拳嘅組合仲唔係好成熟，講真嘅，即係相比香港嚟講已經係算勁啦。齋打拳嚟講，泰拳手，但係我係啱去到大陸去操拳咯，係啊，因為當時我啱上大陸，我打拳啊，連個16歲僆仔打唔過，過得雙手。係啊。而家 Billy 都未有點樣去應變你，佢都好似散咗同埋停咗喺度係。第一回合轉身撐添，好彩擋到係。
因為其實拳係好難防啊。因為點解我主操拳咧？因為你好難一腳去踢死人、踢跛人，嗯，但係你可以一拳 KO 人，因為拳好難啲防。實對係啲實都係，但係佢識得去制止你咯，用隻手去制止。係啊，識得去制止我，係啊。同埋佢都中咗好多下，中到下我個頭又生，只不過我個頭硬冇爆到啫嘛。係啦，佢都話你個頭好硬，佢講咗好多次。OK，第一個回合完咗咧，我呢個回合好明顯係俾你嘅，係啊。係啊，第一個回合。我哋撳翻第二回合先。咁當時個 corner 同你講啲咩嘅咧？贏緊啦定係點？哦，佢同我講你 keep 住咁樣打 OK 嘅啦，唔好同佢搏爭。係。當時係我大嘅師兄弟，係啊，佢驚我一上頭咧就搏爭啊嘛。第二回合。第二回合，係啊。冇喘過氣喎，你咁搏都第二個回合好 fit 喎，證明係。當時係好 fit 㗎，當時係已經上到全職操拳啦。同埋呢球，佢仲有後手。佢喎咁就係爭啲哇！其實我諗佢呢下係有少少 wing 嘅，係啊。wing 啊！哇！佢呢個 wing 咗，通常我哋拳手都知道啊，wing 咗就會開始攬對方啦。係。但係佢都醒得好快。係真係好快喎 ！Billy 都好 fit 喎，係喎。仲當年我哋都好 fit。係激烈過我哋第一場咯。係啊，我覺得個第一場好多，同埋大家嘅速度技術都進步咗啦。第二場係啊，技術係，同埋佢都知道我有備而嚟啊嘛，佢都更加 fit 啊嘛，係啊。又開始就定翻啦，定翻啱啱播咗1分鐘。係啊，當年拳壇你係黑人燈嘅，個我唔識你啲拳啲大師兄啊，覺得哇嗰個四海嗰條友睇唔起我哋香港拳手咁樣嘅係。咁我覺得多數點解你打嗰時咧，啲話依邊你一入咁樣咧，係咪啲歡呼聲係大聲啲嘅咧？就係差唔多。係冇錯。但係喺香港拳壇當年嘅我係唔受歡迎嘅，因為當年 social media 可能冇咁多啦，同埋大家都冇乜點睇 IG 啦，同埋我都冇乜 fans。係呢下出佢靚喎，呢下出佢靚，好有技術。呢個係少少太佢技術，佢就出翻落嚟嘅。哇！有入。係優勢球開頭係你贏嘅，跟住 Billy 係未追得發嘅第。佢諗住一下重打你，就係打唔中住，係一定翻啦，係啦。佢唯一可以贏到我，即係目前呢下，佢諗住搏爭。因為佢知道佢拳腳係 lock 唔到我嘅，因為第一年其實佢都係 KO 唔到我噶嘛，咁何況係第二年，係啊，結果呢幾下 body 後手 body 再左手前撲，入搏啊係喎，佢你一出拳佢用腳，你用腳佢出拳，係佢 counter 翻你嘅嘢。佢只可以控制到我，之後埋身用個踭批爆我，佢唯一贏嘅方法係咁樣樣咯。因為佢嘅架撐你入嚟打嗰時批你啊嘛，應該係。係啊，佢架撐係未去到可以話一拳lock down 我。哇！係啊，你見佢埋身啲踭係好靚嘅。係。你有第二次轉身踭。係啊。新利喎，兩個喺度作新利，真係好有挑釁，好有重火藥味喎！你哋。係啊，我哋當年其實講真，75 kg 我哋之後，其實我覺得香港75 kg 已經冇邊位拳手係超越我哋啦。真係。不過頭先你哋第二回合完咧，你哋都有碰一碰手，係好有呢個體育精神。即係嗰種感覺就係識英雄重英雄，哇！打得靚。即係我哋點講咧？我哋係唔會憎我哋會嬲，我哋會激氣，覺得呢場輸咗。但係如果對方真係打得好撚靚，哇！我認，我係輸。係啦，我哋係呢種心態咯。嗱，咁暫時睇完兩個 round 都係你贏兩個 round 喎。教練都一樣同我講，你記住啦 ，keep 住咁樣打，贏㗎啦。最唔好搏生。有碰一碰手嘅，犀利啊！第二回合，第三回合都係。哇！呢下靚，成日遞高隻腳嚟衝埋去係數嘅，即係好多人覺得我係一個衝撞型，其實我都有的多技術嘅。係唔的多，你係可以。通常啲衝撞型唔係冇技術，但係佢選擇翻去打衝撞型嘅啫。係冇錯，因為衝撞型比較適合我。係啦。最好嘅防守就係進攻，對於我嚟講。
哇！你比較都跳喎，都幾 kickboxing 下喎，都係啊，嗰10年前都好少。我就係中意 kickboxing 嘅 feel。我其實係由啱開始打泰拳嘅時候咧，我都唔係泰拳。嗱，呢下爭入，呢下就痛唔痛啊？有冇入唔入？唔爆啊！呢下爭冇爆到嘅。哦，激啊呢場！因為第3個彎啦，佢追。哇！追得好靚，追得好靚啊！哦，見我都開始同佢搏生，下邊係咁嗌唔好搏生，唔好打生啊，打拳啊！係啦，哦，已經第3個有啲上頭啦，已經係啊，犀利，已經唔嚟啦，有咩打咩啊！但係 Billy 追咁多都係唔夠嘅，係啦，其實要開完你都可以贏㗎啦，先呢個係咁樣鎖頭其實唔係咁好啊。不過冇辦法，佢一定係話你自己攞個頭懟入去，係有負。大家都有見你都睇到前撐走咯，係啦，開始走咯，你係。係啊，因為係咁衝其實都好撚攰啊！而家要開始穩衝佢，諗住哇呢下爭唔爆，哇唔爆，仲企得喺度，wing 唔 wing 嘅咧？我嘅印象咧就係白咁樣樣咯。後邊嘅觀眾都睇到入晒，佢哋全部都其實係如果打唔跌，你係唔夠贏嘅呢個，就係哇好多嘢，中咗好多嘢喎，你係。除非有一下毒秒啊，又或者係批爆我咯。係啊，都係唔夠贏住，但係咯，係要衝埋去噶啦，都一定要衝噶。大家都係你打爭話打爭，哇呢下批爭兩個一齊中。哇！呢個完全係可以攞嚟做個 highlight，我可以剪啲好多精華出嚟喎。你哋呢下仲高水準過第一場好多，我覺得係。第一場已經好激啦，第二場仲好，我覺得係。哦 Billy， 第2場係真係大家打到自己嘅強項出嚟，我真係用我自己最強嗰項同你打，咁佢都係用翻佢自己最強嗰項同我打。Billy 第3個彎，如果第3個彎同第1個彎一樣咁打啦，或者其中2個彎咁打咧，係佢贏㗎啦。呢個第3回合，我覺得 Billy 都比較。即係點講都贏好，都比較明顯贏。但係頭2個回合，因為阿4位贏咗啦，咁打3個回合，邊個贏多啲回合咧，就拳手就會贏。咁啊打完你哋就攬埋到咁樣，你哋即係好有 respect 咯，對大家我覺得。係即係其實打完之後，其實我已經知道自己贏㗎啦。係啦，哦，犀利喎！咁其實係我都係第一次睇你哋2個打啫。咁每場都係好精彩嘅。咁一場比一場精彩咯，係啦。咁打完之後，你就第一次攞咗香港嘅冠軍啦。唔係呢個第2次攞啦。第2次攞㗎。我第一場攞係13年打71 kg。哦，係喎。呢個係我第2次攞，就16年。係啦，隔咗1年2年係啦。點解特登升榜咗去打 Billy 咧？定係你覺得係咩榜？因為我本身咧，其實咧，我就已經係要打75 kg 噶。當年點解會打71 kg 咧？因為當年咧有個師兄叫做李偉豪，都係鐵虎嘅，佢係打75 kg 嘅，佢用鄭健打嘅。呢個嗰個時代你明唔明啊？用鄭健嘅時代係啦。咁我咧就被逼無奈，我就一定要落到71 kg。我人生咧係落過2次71 kg， 一次初賽，一次決賽。係啦，我記得71 kg 嘅時候，我就陣間掟張相俾你啊！你可以見到同75 kg 我咧係完全唔一樣，係瘦到一條藤咁樣樣。OK， 好啦，咁好多謝你嘅時間啦，4海麻煩咗你同我哋做呢個節目。咁到時你2月27號打個 Black Joe， 我哋會支持你。到時我都打埋嘅。OK，好多謝你，係咁多。OK，拜拜。